罗马书第13章，逐个人着顺服伫顶面的权柄，因为权柄拢是对上帝来，掌权者的权柄拢是上帝制定的，所以反抗权柄是违背上帝所制定的制度，反抗的人会受审判。统治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行刑，是要互做歹的人行刑。你兼无爱做一个免惊权柄的人，若爱着做好，你就会得到称赞，因为伊是上帝的采用，伊的职责是要帮助你。毋过你若做歹，着惊伊，因为伊带剑毋是无目的。伊是上帝的采用，是伸冤者，要替伊刑罚做歹的人。所以恁着顺服，毋是简单因为惊上帝生气，嘛是为着良心的缘故。恁立誓嘛是为着这个理由，因为伊是服侍上帝的人，在执行伊的职务，着对众人尽恁的义务。恁欠的着行，应该立的着立，应该敬畏的着敬畏，应该尊敬的着尊敬。互相相听的坐以外，绝对毋通欠人什么，因为听别人的已经有完成律法的要求。律法的要求是：毋通奸淫，毋通杀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贪心。这个甲其他的要求，拢包含伫着疼厝边，亲像疼家己。这句话，疼厝边的人袂伤害别人，所以疼是成全律法。安尼，恁知这个时阵是恁应该困醒的时，因为现在比咱拄醒的时，搁较接近拯救。暝时已经深，日时得要到，所以咱着脱掉黑暗的行为，穿光明的武装。咱的行为着端正，亲像伫这时得生活，毋通放纵、酒醉，毋通好色、放荡，毋通杀奸贩盗，着用主耶稣基督做武装来穿。毋通只有多无肉体的事来满足私欲，